无伫喙脣皮顶，伫耳孔边。台湾人袂当无了解的台湾故事甲历史，请听阿正先的一一说来。阿正先的讲台湾。看众朋友，大家平安顺遂啊！来到咱千金宝的单元，咱今日要来进入第6章啊，叫做生活上这个百会杂事。伊安怎讲呢？伊讲广东店好佚佗，水煎玻璃白泡泡啊！伊种阿文开始学校哈。咱顶一遍的所听的听乡炮罗汉语，迄是阿一啊，为遮开始伊开始个转一个韵叫做学。广东店好佚佗，早期呢大清国的时阵吼，广东呢会使讲是足侪迄个外国货，由这个番船吼所进的这个外国货。咱咧讲番船的番吼，甲咱一般的番无共哦，这个番多数拢指外国的意思啊，所以番老、番啊老、番嘛是洋老的意思吼。来，广东店呢，当然是呢，广东呢会使讲介流行的所在拢是广东啦，所以广东的目镜咧真有名吼。广东店好佚佗，什么意思呢？就讲广东店呢专门在卖进口的外国货，所以呢上届啥人参观？你来看嘛，你来看嘛咧，看有什么较特别的新货无？吼，叫做广东店好佚佗。佚佗呢，这是中部吼，咱南部多数咱来讲佚佗。前一站呢，中共呢、美国呢，甲禁止的一个最有名的这资讯的公司呢，叫做抖音。抖音呢，伊叫做 TIK， 其实就是来自佚佗来，因为名这个名的人是福建人吼，其实 TIK 根本就是来自佚佗。过来水煎玻璃白泡泡，是安那好佚佗？是安那介啥人？因为伊内底呢有水煎，啊有玻璃白泡泡。就水煎呢，甲玻璃外观呢看起来，哦，白色色啦，哦，捌看过这样白色色的这个水煎甲玻璃，意思讲真啥人看啦吼。搁有啥物呢？啊，搁有呢，玉手环、金手锁，锁就是手镯啦。啊，手镯呢，咱台语头做手锁，就是讲手环的种类呢，啊，有这个玉仔做的，有金仔拍的。过来，搁来哦，搁有哪呢？酸乌秋、马老珠、珍珠。龙凤堆啊，什么叫做酸蚵树呢？就讲迄酸蚵啦吼，酸蚵呢后来变老古石，就是来自酸蚵。足侪酸蚵吼，伊是一个嘛是一个海生的这个海中的这个生物啦吼。我坐这个酸蚵塘集做伙的时阵呢，啊就想啦，想迄树枝，所以一般呢咱甲称呼叫做酸蚵树。啊，马老珠大家较知影啦吼，珍珠啊，咱讲珍珠马老啊。就是讲，甲珍珠的龙凤堆啊，一对就对啦，有龙有凤，龙凤堆。龙凤堆什么意思呢？啊，就是讲哦，挂伫阿妈棍破链的堆啊，啊是挂伫鱼啊的鱼堆啊，啊，这叫龙凤堆。酸乌秋、马老珠、珍珠龙凤堆，啊过来咧，金价、尖花围、金价，搁有哪呢？搁有金仔类的，用金仔做的啦，金仔拍的。头章裤啊，用华语来讲叫做华裤啊，叫做金价尖花围哦，尖花围哦，又过来哦，伊嘛对得足现代哦啊，但是这个吼我袂使讲上白哦哈，大家家己去体会了哈，叫做角车挂绣龟，绣龟就是啊，就是绣房啦啊，就是龟房啦哈，就是绣房。角车什么意思呢？啊，角车用今仔咱的话来讲啦哈，叫做情趣用品啦啊。而且是查某在用的吼哈，叫做角车挂绣龟吼。你看当然是你看在外国来，你看遮济，包括讲好佚佗真有影吼。讲挂伫绣房的牛角，也是用木材做的助威啦吼。啊，就讲咱今来讲叫情趣的用品啦吼。好来好啊，剩下家己去想啦吼。啊，这个角车以前叫做角车哦哈。好啊，这个。咱今仔日呢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就暂时呢，甲大家呢报告到这，多谢大家。以上阿正先来讲台湾，由当洪建教授主讲，当牛收录，多谢收听。